画面哦。要的。好了吗？好了。好。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对不起，今天有一点失误，所以我们每次都嘛失误。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好久不见了。我现在应该恢复的差不多了。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为里面怎么样不晓得，外面的伤口都差不多了。好，来，我们先同心来祷告。好吧，父神，我们谢谢，在礼拜五晚上我们可以来亲近你的话语，尤其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尤其在这个生病之后，真的觉得这是满满的恩典。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指教我们。即便这是几千年前的故事文字，好吧，我们相信仍然你借着它正在跟我们说话。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你亲自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来约书亚记，今天讲第6、第7章哈，第6章、第7章分别是攻打耶利哥城跟爱城。耶利哥城是重要的一个城市哈，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攻打的第一个城啊，第一个城。那这个城呢，大概讲一下比较详细的就不再说它了哈，大概讲一下，就是这个城的位置过了约旦河，其实在整个迦南地，耶利哥城是在中部，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情况，就是埃及在南边，埃及在整个巴勒斯坦南边。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旷野绕了40年，他们攻打整个迦南地就巴勒斯坦，就是说用常理或是用地形自然来看，他们从埃及南边出来，感觉上就会从南边开始往北边打，对不对？这很自然的想象。不是，等于上帝带领他们是先往北绕约旦河以东，是走在东部上，所以整个以色列大军是已经先北移到迦南地的东边，那是约旦河的东边。然后他们攻打的第一个城是从中部开始打，他们不是从南边开始打，他从中间中部开始打，然后第一个城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就是约旦河，他们从中间约旦河的北边是加利利湖，南边就是沿海，就是那死海。那他们也刚好这个是在约旦河的中间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基本上耶利哥城也是在一片沙漠之中，可是它刚好有2条河贯穿他们的北跟南，然后就进入约旦河，所以那里是一片沙漠中的绿洲，一定的城市一定是依着河流才会兴起一个城市。那耶利哥城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一个城市那跟它比起来，离它20公里之外，南边西南边的耶路撒冷，两个大概差了1公里忘记这个数字，就是说他们海拔相差很大，距离才20公里，可是他们海拔相差极大。你看我们一般经文写到去耶路撒冷，都是写说往上到耶路撒冷，因为它是在一个山上。可是耶利哥这里它是一个很低海拔非常低的一个地方全世界最低的一个城市。我把这个手机关声音，关掉声音。好。那它后面耶利哥城
的背面，就是它的西边是山脉，然后它面向着这个约旦河，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在军事的战略的重要的地方，也是商业的要道会经过的地方，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从那个军事的观点看，先攻下它是正确的。那也是因为如此，耶利哥城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它有外墙跟内墙，它非常坚固的一个堡垒，它有非常坚固的堡垒城堡。好，所以这是他们选的第一个城市。经文一开始6章第1节就是说，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因为从那个妓女喇合之前，第5章的时候他就有讲，大家都听到以色列人来了而且以色列在约旦河东边就已经打了几场胜仗，就处理了亚摩利王这些人所以约旦河以西的这些城镇、这些城邦，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不是善类不好对付，所以他们就紧闭了城门。那个时代，尤其像埃及这个在考古学就可以有这个发现。埃及在围攻一个城的时候，他们所选的方式埃及的军队所选的方式就是长期围城，好让那个城把粮食耗尽以后，那个埃及才会发动攻击所以埃及军队围攻城的方式照他们的历史记载，他们都是围城，要花长期的时间，1年、2年都有可能。围城以后，长期的围城以后再进攻，而且呢，这是从史料可以知道，而且他们必定是等那个收成前，就是说春季稻谷收成前、雨季收成前攻城，他们不等那个收成以后攻城。你收成以后变成城内，就会积蓄很多的粮食。那个稻谷收成，那个麦子这些谷收成之前去围城的话，刚好就是相反的形势，就城内是没有粮食的，可是城外那些田地刚好渐渐的那个粮食是充裕的所以是埃及的军队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就是他们去围攻一个城的时候，都是选那个这些米这些麦子收成之前就围城这样子他们可以等于是收割人家的粮食，然后城里面反而粮食会不够。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后来跟考古学的查的结果刚好是相符的好，我们先继续接着经文来看。耶利哥城采取的就是闭门不应战，他们太强了。那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上帝直接宣告，都给你了，都给你了。可是他有吩咐什么？第3节看一下，你们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1日围绕1次，6日都要这样行。注意听他说你们要派你们的兵丁绕这座城，1天只要绕1次就好了。这个城不是太大所以这样走1圈就好。然后1天呢绕1圈，6天6日都要这样行。到第7日，你们要绕城7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这个直接就讲了一个怎么攻取这个城的方式就是要绕这个城1天绕1圈，绕6天，第7天绕7圈，所以这样一共绕几圈？一共绕几圈？不是7圈是13圈，对。
前面6天各绕一圈就是6圈，第7天绕7圈，好像是绕13圈。那都不用什么筑什么土垒啦，什么丢石块啊，都不用。绕了13圈以后，大声呼喊，城就会垮。那有这样攻城的，人没有办法，人不是这样攻的，是上帝帮他们攻的哦。上帝要把他们这个城墙毁灭掉。好，这个时候呢，约书亚的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招了祭司，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OK， 好，这里先不估计抬约柜的，抬约柜的祭司那是另外一回事。抬约柜祭司以外，要有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羊角不是拿来打人的哈，那角是号角。7个祭司拿7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所以前面有7个祭司，抬约柜应该是4个祭司，前面2个，后面2个。好，那再来是约柜。好，然后呢，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好，这样好，那这样的顺序就清楚了。所以不是约柜走在最前面哦，约柜前面还有7个拿羊角、吹号角的祭司。那也不是祭司走在最前面哦，在吹羊角、拿羊角的祭司的前面，还有带着武器的士兵。这里没有写多少人啊，就是说，等于是有军装的、不带武器的士兵走在最前面。再来就是7个祭司，再来是约柜，约柜后面还有其他的军队啊。所以等于是约柜跟祭司的前后是由军队来保护的。如果我们去看第5章今天是第6章开始，回去看第5章会发现，他们来到了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在吉甲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先行割礼，然后按照他们的节期那个日子的记载，他们这是过逾越节。逾越节以后就开始打了耶利哥了，所以你会发现逾越节的那个晚上是逾越节，可是逾越节其实是1周是7天啊，所以后面7天也是整个1周是逾越节的节期，所以这样算起来很可能，他们就是这7天在攻打耶利哥城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7天守逾越节的日子，刚好1天绕1圈，第7天绕7圈啊。如果照那个第5章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好，所以为什么是？对哦，我都没有看到。我们现在在哪里？我都不晓得。你要干嘛？没有，我在看，我自己没有跑到那个。我没有跑到 YouTube。没关系。等于是过逾越节的7天，以色列的人是以绕攻耶利哥城的方式来过整个逾越节的哈。因为我们看那个节期的记载，刚好是差不多这个样子。所以 OK，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那7个祭司拿7个羊角，就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柜第8节，耶和华的约柜呢是跟随在他们后面，然后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你看他这样写啊，第9节等于是说带兵器的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吹角的祭司，后面才是跟着约柜。所以祭司是一面走一面吹，然后约书亚吩咐百姓都不可以呼喊。不可以出声，一句话也不可以出口，不要边走路边么的边讲话，没有。等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候才可以呼喊。所以整个行程都是很安静的，只有吹角的祭司吹着角，然后就，如果是耶利哥城的百姓，我在里面也会发疯。这来攻城的人这样走1圈，每天来走1圈啊，
然后只有吹角不讲话，在干嘛啊？如果是我就射箭把他们射死就好了，真奇怪，他们也没射箭，对不对？这有点奇怪。好，他们就绕一次，就回到营里住宿。隔一天清晨起来又绕一次，又回去，所以一共6天，6天一模一样的方式啊，一模一样的队。前面是拿兵器的7个祭司拿羊角，然后再抬约柜的祭司，然后后面是其他的士兵，就像7天。第15节他说，第7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就起来，照样绕城，可是这一天绕了7次，前面6天都只绕1次，这一天绕了7次，到了第7次，祭司在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中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注意听哈，注意看他这里的宣布，全部都要毁灭掉，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这个讲所有的是包括喇合的家人，还有喇合家的牛羊，牛羊牲畜，什么？牛羊牲畜所以都可以存活。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隐藏了以色列人派去的2个探子那可是注意这里，约书亚在攻城之前有讲的一些规定。他说：“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之物。”什么叫当灭之物？这是有规定。这个耶利哥城要全部尽数毁灭，除了金、银、铜、铁这些器皿，这些应该是被认为是可以再使用、有用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要归耶和华，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里这里有一点蹊跷。什么意思？就是说，这种写法，他说必归入耶和华的库中。来看一下19英文它怎么写。Into his treasury。这种概念应该是很后面的概念才行。你就想象，如果是在旷野中，他们是抬着耶和华的约柜。然后盖了帐幕，那个帐幕里面有分成圣所至圣所，那个帐幕这样看，是不会有什么库 ，treasury 不会有什么财库的。有库的概念，那是圣殿的概念，就是说圣殿盖好以后，除了圣殿分成圣所、至圣所之外，圣殿旁边有一些房间，那是可以放一些宝贵的财物的，那些金银宝器的。那你看现在这些人是从旷野去攻迦南，怎么可能有库中？我在讲的意思，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就是说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很久远之前的故事，可是，在记载的人，我相信已经是蛮后面的，蛮后面的人，就是说是圣殿盖好以后的人在记载的，他才会把它写成说，这些金银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种东西是很后期的概念。你在旷野中抬着约柜，然后到每个地方搭帐篷，哪来的库啊？没有所谓的库。这是我看这个经文的我的想法。这样的记载是后面的事情，是后面的事情。好，既然约书亚这样规定了，就是说不可以拿所谓的战利品。这个在古代战争，即便现在也一样，战争的一样嘛，就打赢的那一边攻城略地，他们一定是抢夺所有的战利品。可是呢，这里规定一切都烧毁，然后金银铜铁这些东西呢，
你要归给耶和华。好，这里21节就写了让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事情。20节说，百姓呼喊，祭司吹角，百姓听见角声，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了。然后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攻取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注意听，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无法理解的残暴事情。好，就是说以色列人攻了耶利哥城，是把里面所有的生物都杀光了，都杀光了。那这个是不是出于他们对耶利哥城人的仇恨？这个是纯粹是上帝的命令，全部都杀光。等一下我们最后可以来讨论这个问题，全部都杀光。所以这是个很成功的攻城略地。好，然后22我们把它全部讲完。约书亚吩咐窥探他的2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就是喇合，照着你们向他所起的事，将那人和所有的从那里带出来。当2个探子少年人就进去了，将喇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金券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然后呢，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OK， 我告诉你了，哪来耶和华殿的库中？所以这个概念是很后面的啦。耶和华殿的库中，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耶和华就只有约柜跟他的帐幕，没有什么库了。约书亚把妓女喇合与他的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这里在讲的是理由。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我们知道喇合是波阿斯的祖母，就是说他是在喇合，即便是耶利哥城的妓女，她是在耶稣的族谱里面的，是耶稣的族谱，是约瑟这一派的族谱里面的。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名声传扬遍地。OK， 第7章停在这里。这里几个东西要解释一下，要讨论或解释一下。我们有时候印象中想象的是，他们靠着绕城，就攻陷耶利哥城，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想不费一兵一卒，这样讲对不对？不对，错了。我们印象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事实上连圣经都不是这样写的。我们要读清楚，清楚就是说，他们是靠着绕城，让城墙倾倒的，他们还是得进去攻城的。就是说城垮了。不是代表就已经攻城了，没有，他们只是城垮了。然后这些以色列人是冲进去，还是要打仗的。这也才会造成接下来他们在打爱城的时候那种心态。为什么？因为他们并不是靠着绕城，然后耶利哥城就全灭，城倒了，里面全部都死光，没有，不是这样的，是城垮了，只是城墙垮了，外面的防卫城垮了。后来的考古学家发现，这个耶利哥城分成内墙跟外墙内墙外墙，然后发现，这个是记载的资料这么写了。他们发现很奇特的就是外层向内倒，内层向外倒，这是他们很难解释的。就是说，如果是外层向外倒，内层向内倒，对。就如果是攻城的话，如果是靠军队人为攻城的，外墙会向内倒，或者说2个城是一样的方向倒，可是他们是倒相反，而且是看得出来那个从考古的痕迹看得出来是先倒才焚烧的，就跟圣经记载的顺序差不多。而且他们发现更让他们惊讶的事情，
城内居然挖出一些容器，里面是装满那个谷的，装满粮食的。那这种情况在一般的工程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说，如果是围城，我刚刚讲过了，像埃及的军队，他们采取的围城的战术，就是长期围城，让里面已经缺粮食了才攻打。你居然在耶利哥城的遗迹里面，他们挖到很多装满那些粮食那些谷的容器。他说这种情况在古代的战争不会发生，要么就是因为围城的时候被吃光了，要么就是会在攻城以后，这些粮食会被少刮一空，因为这个东西都是贵重的，在战争的时候这个都是贵重，不可能攻城了以后，然后离开了这个城荒废了，里面居然还有瓶瓶罐罐这么多的粮食在那里，这个都是挖出来的。好，所以不要以为耶利哥城是经过绕14圈，然后大声呼喊攻下的，不是，是绕14圈大声呼喊的情况下，它的城墙倒塌，可是战争还是有发生的。就是说，你看这边写的就是以色列人都怎么样？这边写的是以色列人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意思是说他们就是踩过这些城墙，往上，然后去攻进去这个城内，所以还是有发生战争的，所以才会有后面讲的，他们要把所有的人全部杀尽，才会这样。所以说耶利哥城的情况就是，神是让城墙倾倒。神没有替他们打仗，神让城墙倾倒，然后以色列人的军队还是自己攻进去打。那或许我们可能会问：攻就攻，打就打，干嘛有最后那一句啊？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规定最后那一句？哪一句？21节，将城中所有的，不论男女老少、牛和驴，都用刀杀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为什么都要全部杀光？用刀杀尽。这边的规定说不可以拿城里面所有的这些战利品，这可能可以理解，不拿战利品，然后把金银铜铁这些器皿都收刮起来归耶和华，这个都可以理解。可是为什么要把人杀光？有没有人回答或者提问？在哪里？YouTube 是？对。来看 YouTube。人都在哪里？聊天室。聊天室，有人问问题吗？目前是没有。没有人。第6章有问题？没问题，我都帮你们问了。干嘛要杀光了？一壶。历史上考古学家有4次去挖耶利哥城，然后也有认为与圣经，就是说他们挖到的情况，也有科学家认为跟圣经记载的不符，所以认为圣经那个只是传说，可也有科学家的分析是跟圣经记载的是相符的。这个都还未定论，都还在继续。后来的技术越来越精良，即便是相同挖出来的东西，都可以有不同的诠释。
这个是他们进进迦南地的第一个城啊。我刚刚问的那些问题有没有人要回答啦？或是有没有人也有相类似的疑问？尤其有没有看到最后？有人回复了。有人回复了，是什么？我那么快的。尤其是26节，约书亚叫众人起誓，不可以重修耶利哥城。可耶利哥城还是盖好了，在耶稣的时代还是有耶利哥城啊，有没有？记不记得耶稣在耶利哥城休息？然后用马可福音为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然后马可福音没有写任何事情，就说隔一天出来，在城外遇到一个盲人，一个瞎子巴底买，有没有印象？那就耶利哥城啊，表示后来是盖好了。那不是启示不可以盖吗？怎么盖好了？前面我们读清楚哦。约书亚叫众人起誓，所以是谁起誓？以色列人嘛。所以这里的规定是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想重建，不要有人想要重建耶利哥城。那如果想要重耶利哥城的人，立根基的时候立死长子，安好城门，就是最后盖好安好城门的时候，他的幼子必死。这指的是以色列人啊。那如果是别人呢？不是以色列人盖，就不在这个咒诅的范围里面了哈。这个只是强调以色列人自己不盖，所以这整个是有它的道理的，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不重建耶利哥城？我刚刚说过，古代的城市一定是傍水而筑哈，就是说有河流、有水源的地方才会盖兴起城市的部落、村庄、城市、城堡，都要有水源。你今天即便毁了耶利哥城，水源在那里，泉源在那里，以后的人还是会把它盖起来啊。可这里的规定是以色列人不盖，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是上帝亲自毁掉城墙的，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第一个攻克的第一个城啊，所以以色列人自己不盖。耶和华，而且如果你看创世记15章，或生命记20章，创世纪15章那个时候，上帝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有提到这块地是要给以色列人的，只是什么？时候还没到，400年，时候还没有到。创世纪第15章哈，创世纪15章，可以去翻一下。他说，15章18节啊，我已赐给你的后裔这一片地，从埃及河直到大河幼发拉底河，一个在南边，一个在那么远，就是基尼人、基尼喜、迦摩尼人、赫人、比西里、阿巴的地，耶布斯的地。就是说你看一下第16节，然后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这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到现在还没有满盈。所以，耶和华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已经跟他有应许，要赐给那个地，那个地上面的人罪恶还没有满盈，过了400年，那等罪恶满盈，上帝容忍的时候到了，就要把那个地取回。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么残忍？一定要杀光吗？我是认为这是一种时代的差异了就是说在古代的时候，那些战争其实本来就是这么残忍的你用现在的角度跟概念去看，你会觉得说大可不必不过那个时候战争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代表的概念一定要有。我们现在都是个人，18世纪以后个人主义兴起以后，很多事情我们都用个人的想法。个人主义的想法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群体代表的概念，我们用这个几个想法去看这些经文，才
才会比较好接受，比较好接受。好，第6章还有问题，攻打耶利哥城。耶利哥的意思是他的月亮，所以有人说那是月亮之城。好，他们守约救活了，就是说，攻城以后救了拉合一家人啊，拉合一家人。其实你有个地方，你看它的叙事，你也可以看清楚一个概念啊。2个探子回去报告，他们被妓女喇合隐藏啊，救了一命，然后有说他们有答应要保护这一家，约书亚就照单全收，所以直接就吩咐打进去以后，一定要去救纳他们一整家的人出来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隐藏了耶和华上帝这军队的探子啊。第7章到这里有没有问题？嘿哪，没问题，我们就要进入第8章。啊，不，看第6章，没有问题，进入第7章。第7章开宗明义，直接讲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啊，这个人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注意一下，这个逻辑在我们来看是完全不合理的哦。就是说，12个支派里面的大卫的支派中的某一个家族里面的某一个家室、某一家里面的某一个人，叫做亚干，他取了当灭之物，他偷偷拿了一些本来规定好不可以拿的东西。那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有没有搞错？向谁发作就好？像亚干就好，谁拿谁负责吗？这不是呢，向以色列人发作，这是一种连坐法，是不是？这上帝怪怪的哦。好，这已经先讲这个事情了啊，这个对应一个前提的，再从这个前提来看下面的事情。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伯记得是什么意思吧？记不记得伯是什么意思？伯就家的意思，对不对？伯特利、伯利恒这些我们都知道伯就是家的意思那个伯亚文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都市，所以他以它为标准。他说，靠近伯亚文有一个城叫做爱城。那伯亚文刚好这个名叫邪恶之家，好奇怪，为什么取一个地方叫邪恶之家？好，爱城现在一般学者认为是耶利哥西北边15公里。那如果是耶利哥西北边的15公里，照位置来看，就是耶路撒冷北边的16公里，差不多那边。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连他们自己都这么说。你看他说，约书亚派人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就跟他们之前派人去窥探耶利哥城一样。那他们就上去了，然后呢，回到约书亚来，注意听，回到约书亚，他就对约书亚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什么？只要2、3千人上去，
就可以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好，先不进入战事，就听这里就知道犹太人已经歪了。以色列人真的好好笑，就第一场战争就歪了。现在不是讲亚干哦，就讲这个探子讲的话，你就知道他歪了。他歪在哪里？在耶利哥城的这个战事，是因为他们的军队很多人，很强，所以打赢耶利哥吗？不是吧？耶利哥城，上帝是他们的经验到依靠上帝的力量，可以把这个城墙毁灭掉，然后他们进去掠地哈。攻城是耶和华攻的，掠地是他们做的。可是第一场胜利以后，这些人就歪了。他们在去探查爱城，回来讲的话，居然是讲说，2、3千个人就可以去打了啦，因为这个城的人什么少。烦死了，真的是烦死了，跟台湾的教会一样，烦死了，只重量，你是头壳坏掉了吗？耶利哥城是因为人少你们攻下来吗？不是嘛，耶利哥城是因为上帝让他们经验到，我耶和华跟你们同在，我负责把城墙弄垮，你们进去掠地，你们进去征战，你们一定可以能够赢。现在第二个城吃了一个甜头。现在第二个城进去窥探，回来探子讲的话是讲什么？我们只要2、3千个人去打就好了，因为他们人少。这头壳坏掉！你怎么会用这个城的军队人数多寡来判断你会打赢还是打输？这纯粹是用量取胜嘛。可是人家打耶利哥城给你看到的是跟军队量多少无关，是跟上帝的关系取胜。所以用值不是用量，好吗？我现在不是在骂这些以色列人，我在骂台湾的教会了，知道吗？台湾的教会 ，Hello， 不要再重量了好吗？头壳坏掉了吗？人家才给你看到耶利哥城，跟量有什么关系？没有啊，是跟耶和华依靠耶和华有关系。才刚打了耶利哥城，现在还没有打爱城，歪了，头就已经歪了。回来报告说，我们可以赢而且呢，2、3千人去就可以赢，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跟我们同在。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人少。你头壳坏掉吗？海神，头壳坏掉了吗？真是很麻烦。我看到这个那个探子回来的报告，就真的不用打，就知道完蛋。他说：“众民都不必上去，只要2、3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了，不必劳累众民去，因为那里人少。”看到这里，这真的就完蛋了。你看到这里就知道死了。就是说，这一些以色列人才刚刚经历上帝的大能，才刚刚经历了在耶利哥城大获全胜。不是他的军队很强，不是以色列人很棒，不是以色列人都拿奥运金牌，都不是，是因为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元帅，是因为耶和华上帝亲自为他们拆毁那个城墙，他们才能够打赢的。居然他们看不懂，看不懂。好，第4节，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去那里，竟然在爱城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个人，真是奇怪，这些数目字我真的不懂。好，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琳，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牛尿尿了打了败仗还被追杀就他那个就好像冰块那样融化消化如水become like water 融化掉了在惧怕中在恐惧里他们融化光真的是蛮可惜的当然呢他那个圣经
叙事者给你的原因是为什么？是因为爱城，对吧？因为亚干偷拿了战利品。可是你看，我认为看起来不是亚干一个人出问题，亚干偷拿战利品是一回事，这些人可能包括约书亚，他们这些人已经搞不清楚状况，打了一场胜仗，他们以为是他们人多，他们以为是自己的兵强马壮，所以可以打赢。你从他这个探子从回来讲的话就知道了。他说爱城人少啦，我们2、3千人去，随随便便就可以打下来。这个弟兄姐妹，我真的是受不了。我会想说啊，基督教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你知道吗？最大的异端是什么？最大的异端就是以量取胜，重量不重质就是最大的异端。你不要跟我讲什么不信三一上帝啦，不信人神二论啦，不信耶稣基督是人又是神啊，这些都是很抽象的神学，这些东西对来讲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教会的思考，用量取胜，你用量为方向的，你就是异端嘛。你就是异端神学院嘛？我真的觉得你好厉害啊！什么？讲耶利哥也可以讲到异端的。没有人理你，你还可以就是骂。没有人理我的。我都不想理你。没关系，就把它放在网络上，最好就让台神听到。你们这些异端啊？什么？好，算了，没事。好，爱城的人啊，就击败他们了。你要知道哦，约书亚大概看多他的父执辈了哦。约书亚不愧是第一代的，什么意思？我们回去想，我之前讲过，为什么第一代犹太人没办法进迦南？第一代犹太人从埃及出来，摩西带他们的旷野，为什么要绕40年？40就代表一代的概念。为什么第一代犹太人死光了？在旷野里面都死光以后，在旷野生的，你们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人是第2代，在旷野生的，他们进迦南，开始去攻迦南。为什么上帝只让第2代的犹太人进迦南？因为第2代的人没当过奴隶呀，没有当过奴隶，是一个自由之民。他脑袋不会去想说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没有。第2代的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埃及人，第2代的人不会想要回去当奴隶，可是第1代的会。第1代的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每次在旷野遇到什么困难，然后肚子饿了，没有水喝了，然后打仗很辛苦了，就想到说我要回埃及当奴隶。哦，第1代的人都是这样想。第1代只有2个人进迦南，约书亚跟谁？哎，快点，有没有人讲？约书亚跟谁？跟迦勒。约书亚是以法莲，迦勒呢？犹大支派。你要知道，整个以色列民族史就是这2个支派在对头啊，一个是约瑟的支派，一个是犹大的支派，到底谁是长子？哦，北以色列是约瑟、以法莲为头，南犹大就是犹大为头。这2个人刚好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犹大，只有这2个人是属于第1代，居然能够进迦南地，上帝恩准。因为这12个探子里面，就当初摩西派12个探子里面，先去窥探迦南地，回来探子每个都哀哭、痛哭流涕，说：“啊，迦南地里面的人啊，都是巨人，我们打不过，我们去死吧！我们为什么要从埃及出来呢？”哦，这12个里面10个支派，其他10个支派的代表都回来哭丧这边，只有迦勒跟约书亚，只有犹大支派跟以法莲支派的这2个探子，回来说：“哇，里面物产富足，我们上去拿下来吧！”这2个对上帝有信心。可是你要说他毕竟约瑟还是属于第1代的，当过奴隶的。你看这里他怎么表现？来，第7章的第6节，你看他的表现就是第1代的以色列的表现嘛。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什么？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给亚摩利人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在约旦河那一边，在东边倒好啊！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
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那时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我告诉你，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这就第一代以色列人，打败了，开始啊，你干嘛带我们来这里送死啊？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即便约书亚跟迦勒两个已经比其他的以色列都已经算是有觉察能力，都已经比较警醒。你看他们现在，约书亚担当的大任，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打第二场失败了，他马上恢复第一代以色列的想象。你把他们留在安全地方不就好了？你把我带在这里送死干什么？完全像第一代以色列人，你干嘛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来到旷野受苦？我们在埃及当奴隶不是很好吗？完全像脑袋里面以为自己是中国人、台湾人，都还是这样想。很可惜，这个约书亚没有摩西的那种觉察能力。摩西在旷野里面遇到困境的时候，他仍然马上的就是询问耶和华，仍然马上的是跟耶和华一样的思考跟眼光在看事情。约书亚没有，约书亚你看他这样撕裂衣裳一副就是耶和华你背叛我，你欺骗我啊，你终究是要把我们带去死路一条啊！这约书亚就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一样的概念。他没有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当然没有人知道，谁晓得亚干出了这个事情。可是我要讲的，其实不是亚干一个人歪了。你看这前面那个探子回来以后，他所报告的想法就已经歪了。那你看看约书亚现在的表现，也是歪掉的表现。这个以色列人第一代以色列人一直在旷野里面的埋怨，就是这种埋怨。你个主啊，哀哉主耶和华，你干嘛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一样的台词啊，这是存留在第一代埃及，就是说这40年第一代应该死光的以色列人的那个思维的想法，还是留在约书亚的脑袋里面。没办法，因为约书亚就第一代的。我刚刚讲过了，约书亚跟迦勒他们是唯二就是唯二两个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进迦南。可是真的，你看到第6节到第9节，约书亚这一段话，他还是认为说，上帝你有没有搞错？你怎么会带领我们来死呢？这个完全真的就是第一代以色列人的想法。然后他很担心说，你看，现在整个迦南人，现在已经知道我们一定会输了，已经围困我们了，要把我们除灭啊！那时候你的大名要怎么行呢？好，第10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你们若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好，这里讲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里面有人还是一样偷窃了战利品，这是我规定不可以的。这些金银铜器具是要全数归耶和华的，你们有人自己偷了里面的战利品，耶和华称之为当灭之物。他说：“如果你们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不再与你们同在。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有方法的哦。到了早晨，你们要按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宗族所取的支派，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好，这里就有一个方式要找人了。
要把雅各揪出来的方式是什么？是从12个支派取到支派以后，再从那个支派里面去找那个宗族。那哪一个宗族被抓到以后，再从宗族里面找到那个家，那个家找到以后，再从那个家里面找到那个人，那找到那个人呢，要被杀掉，要被所有的他和他所被火焚烧。这里没有清楚的讲是怎么出来的啊？他的用词是说，先12个支派来。要会取出是哪一个支派？怎么取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再讲一次，我常说基督徒我们是上帝国百姓2.0，以色列人是上帝国百姓1.0。那我认为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上帝拣选出来的群体，以色列人1.0，基督徒也是这个时代上帝拣选出来的信仰群体。2.0，本质上都一样，上帝所托付的话语、责任什么也都一样，只有一点很大的差别，就是1.0这个信仰群体没有圣灵跟他们同在，上帝与他们同在，可是上帝没有让他圣灵进入每一个人心里面。可是上帝国百姓2.0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特别的恩典。耶稣基督说：“我会离开你们，可是我会请求天上的父差遣圣灵来到你们当中。”所以，我们基督徒，基督徒的所谓的上帝国百姓2.0跟1.0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就是我们里面有圣灵。这里面有圣灵是有几个层次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圣灵之外，整个基督徒群体是跟圣灵在一起的。就是圣灵是 in us， 在我们里面，也 among us， 在我们当中，这是很重要的概念。而且这个圣灵做任何事情都是 through us， 是透过我们在做的。圣灵没有自己去，他没有，不是说没有，他不选择自己去完成什么事情，他是让我们信仰群体去行出上帝的旨意。这个跟旧约时代我说的上帝国1.0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不是上帝国1.0的百姓以色列人并没有圣灵在他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所以每一次在寻求上帝心意的时候，就只能靠祭司、先知或者他们信仰的领袖去求问上帝的心意。那个时代求问上帝的心意，就会跟我们现在台湾那些跋杯是同类型的。跋杯，然后跋杯有什么杯？醒杯、哭杯，笑杯不是哭杯，是笑杯。然后我们是靠跋杯去知道神明的意思。犹太人也差不多啦，犹太人他们有无名土灵，他们有那个以福德。这个都是在跋杯，都是在求问上帝心意的方式。所以我看大概跟抽签的概念差不多。12个支派先来，耶和华让他们抽出，看是哪一个支派是猪头支派。一抽哇，顺便说是谁的？是犹大支派。来看16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靠近来。结果抽出来的是谁？犹大支派 ，lottery 啦。来看英文是怎么翻的。16节。Early the next morning, and Joshua had Israel come forward by tribes. 每个支派来 ，and Judah had chosen. 然后被选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你问我说怎么选的？上帝怎么选的？就一定是寡杯或者抽签类似的东西。反正上帝指明是犹大支派了，哇嗨呀！其他11个支派都大舒一口气，犹太支派每个人都紧张了。
那犹太支派就派所有的里面的属于犹太支派的宗族，哦，一族一族宗族都来，结果一选腰瘦谢拉的支派，谢拉的宗族。那这个宗族里面有好多家嘛，哇，每个家都来抽，一个一个来抽，结果抽出来是撒底。哦，撒底的这一个亲族里面，就按着人丁抽一抽，抽出撒底的孙子，叫做加米的儿子叫做亚干，哈哈，太厉害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司法，太强了，上帝帮他们抽出来。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就回答了。亚干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下面是我做的事，做了什么事？亚干做什么事？21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好了，一套那个 Sevilo， 我们现在那个很厉害的 Sevilo 叫做什么？哪一个牌子的？阿玛尼的啊，阿玛尼，然后看到一套阿玛尼的 Sevilo， 我就很喜欢，就把它藏起来。200斯克勒的银子，200不少，1斯克勒，我那天才刚查，怎么忘记了？2.3公斤左右。3公斤，200斯克勒3公斤。2.3公斤左右。哦，2.3公斤不少呢。哦，200斯克勒的银子，然后一条金子重50斯克勒，哦，拿金子就好，拿银子干嘛？50斯克勒的金子，哎，那把几百斯克勒的银子去了，对不对？50斯克勒是0.6公斤，金子的，0.6公斤，那还不是太多了哈，0.6公斤。就是0.6公斤，差不多1斤，对不对？半斤。1斤嘛，那台斤1斤嘛，对吧？哦，好，0.，我只知道半斤吧。如果是0.6公斤，那是1磅，1磅，1磅嘛，就是差不多1颗苹果吧。不过金子也是吓死人，好不好？给我1颗苹果的金子，600公克的金子也是不少钱。对啊，吓死人了！我要当亚干，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的帐篷内，银子在衣服底下。哦，所以他拿什么？他拿一件衣服，阿玛尼的 Sevilo， 然后一堆银子跟1个苹果的金子。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你看哦，这个是人证，你讲的不算，我还要物证哈。结果就真的找出来了，衣服跟银子都找出来了，在他就从帐篷取出来，拿到约书亚以色列众人，哇，人证物证俱在，你海呀，你细呀，你尖弯弯呀，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孙子把亚干和那些银子、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了。一个地方。然后呢，约书亚就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这叫变脸。前面还讲那么19节，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耶和华以色列，你在面前认罪，你不要隐瞒哦。他这里没有说什么认罪的赦免，没有，他没有这样讲，他是讲得很温柔。可是这里翻脸了，你为什么连累我们？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注意看，于是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用火焚烧他们。那到底是他还是他们？
到底是他还是他们啊？以色列人打死他们还是他们啊？中文翻译是他。我告诉你啊，是全部都用石头打死了，然后再用什么？用火烧了。所以现在问题来了，所以有一些事情就是说，那应该是他们全家都拿了，大可不必。弟兄姐妹，这就是我来讲的代表的概念，这代表的概念啊，等于是亚干他拿了，他们全家都受死。你说啊，好残忍！那一开始就这样子啦，一开始告诉你，因为亚干拿了，所以全部的以色列人在战场就失利。好，这一直弟兄姐妹，我刚刚讲，一开始就讲，你要用代表的概念在思索这些文学的处理。好，他们的观念是代表的观念。是一个群体，是个代表的观念，不是个人的事情。那种个人主义真的是从18世纪以后渐渐的才成为普遍的思维。他们是用群体的代表的概念在处理这些事情。他说，他们众人在雅各上堆了一大堆石头，所以我常说嘛，那中东地区用石头打死的死刑方式是最方便的，因为石头打死以后就变一个坟墓了。就把他打死，就葬在地上。不过，其实他们像以色列人正式的坟墓不是这样子，正式坟墓是在山里面挖洞进去的，那才是正式的坟墓。像这种，就打死的就石头就等于石头把它埋起来了。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向他，不发他的孽怒，因此那个地方叫做雅各路，直到今日。就要知道说，第7章停在这里，还没有第8章才是攻打爱城，好，然后还有我们下礼拜讲第8、第92章一起讲。这里回头来看一下第7章，其实我这样读过来，我不认为只有亚干歪了，我真的不认为只有亚干歪了，我也不认为在圣经的概念是在强调。个人歪了就是个人歪了，没有这个都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群体的问题。就是说，不会是只有个人的事情。即这个群体里面出了一个亚干，会做这种事情，不会是只有亚干个人的问题，不会。这个一定是已经是会互相影响的事情，这也是实话，不会所谓的只有一个叫做害群之马，不会所谓的只有一颗叫做老鼠屎。如果真的找到了害群之马，那马也不会是一匹了；如果真的有所谓的老鼠屎，也不会是一颗了，只是找到的那一颗或找到的那一批了。我相信一定也有跟亚干一样的人，可是亚干作为被惩罚的代表。因为我刚讲了，连那个探子回来的报告都是歪的嘛，我们只要派2、3千人去打就好，因为他们人少。你看这是歪掉了，这真的是歪掉了，这很可怕的想法。他们认为，因为爱城的守军人少，所以我们去就可以打赢。他们不是思考说，因为我们跟上帝同在，所以我们去就可以打赢，不是。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军人，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同工的器皿在做事，而是自己在思维说，我去能不能打赢？那就是看我够不够强，对方够不够弱。对方现在人少很弱，所以我去人少就可以打赢他。你知道这个思维是世界的思维，这不是上帝给他们看到的。你要知道，从过约旦河，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不要用世界这一套来跟我一起同工。我让你看到这个河流就会倒流，它就会阻断。你们就会从约旦走过去。我要让你看到的是，你跟我耶和华在一起，你们以色列跟我耶和华在一起。你们不要用世界的方法在做事情，你得要知道我跟你同在。我们要成就的事情，不是用这个世界的方式来成就。就才第一个城，第一站，耶利哥才刚让你看到，你第2站，爱城你就歪了，这头壳就坏掉了。
所以我不认为是亚干一个人的问题。亚干作为一个代表被处理掉，不代表其他的人没有拿，不代表其他的人都是守节心清的。可是这个东西被严厉处理以后，那从亚干以后，大家就得知道要守节心清了。这个是作为一个代表来处理的。那你会说，那干他们家孩子、他们家人什么事，不全部都一起处理掉？这是我一直要讲，这是用一个代表的观念在处理的事情。这是第7章，有没有问题？你们不要耶利哥没问题，爱城也没问题，应该有很多问题吧？那后殖民主义的一定拿出来骂，耶和华这个残忍的暴君。你可以看一下留言啊。我看无啊，我被登出了。这不是我 ，Katy Church， 这是谁啊？这不是吧？是吉安乡哎。随便啦，就是那你用。他这边就可以看到了。这边的问题。你自己滑。什么问题？你自己看。好，我自己看。好，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来看一下。是不是跟不洁净有关？这心里面不洁净有关。没有，我觉得你要把问题念出来，不然不会有人知道你在表什么问题。好。有朋友分享的是灭绝所有的迦南人，是要把当地所有的偶像都会灭绝。如果当地人还活着，以色列未来生活在这块土地遭遇到困难，一定会想要知道原住民是怎么面对困境，渐渐被偶像崇拜的习性影响。事实上，我们是从后来的以色列的表现来看，这样的想法也是这样讲，也是对的。就是说，其实上帝要让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不要被这个迦南地的影响。我刚说了，在创世纪15章跟申命记20章都有提到的这个，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就是说这块地的人已经罪恶已经满盈了，然后上帝等候的时间已经到，所以就让以色列人进去拿这块地。可是要把这一块地上面这一些人的影响力全部清除，就知道在那个时代，那时代的战争的模式，就是把他们全部都杀劫了。我们不能用这种不同的时代的思维一起想象，不同。在那个时候的战争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刚说到，不是现在后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什么会骂说啊？你看以色列人残杀原住民，对不对？没错。我们用现代观念来看，的确像是没错。然后关于考古学，其他的耶利哥城比较没问题，因为耶利哥城我说过的，它那个地底是比较不容易弄混淆。就是说，挖得到底是不是那个城，可能相差不会太远。爱城就比较麻烦，爱城是真的是小城，所以一些考古学家他们都挖到不同的地点，都不太确定爱城是现在的哪里。可是耶利哥城是比较能够确定。那比较难确定的是，到底那个耶利哥城是不是有经历过圣经记载的那些事情，就是强化了，就是说。考古学家在一些情况是看出来是认为，从年代上即便不大确定，
因为事实上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什么时候？这个还蛮难从埃及的历史里面看出来。埃及的历史根本就没有记载过有这一大群以色列的那个奴隶过。比较多的做法是从迦南地的这一些城邦被毁坏的时期，就他们找到城邦大量被毁坏的时期，推测那是约书亚进去的时间，再往前推40年，在旷野的时间，去猜测什么时候是出埃及。那我说耶利哥城这里有一些情况是他们挖出来的东西的那个样的那些描述是像圣经的描述的啦，所以一般的城被攻被毁，不太可能里面还存留这么多粮食啊，这些谷物装在容器里面的谷物没有被拿走。通常在攻城略地以后是会被瓜分光的，可是这里是上帝是规定不可以拿，只有金银铜铁拿走。所以这些东西没烧掉的，就都还是秘藏在里面。后来考古学家发现，哎，怎么会有这留这么多被攻陷的城池，怎么会有留这么多石？如果我刚刚有提过，就像埃及军队攻城都是选收成之前攻城，就是说那个城墙外面的田地都还没有收，就先把你围住了。那外面的，我如果花1年来攻你，外面的那些田地刚好被我的军队就成为了军队的粮食，那你们城里面就会缺粮。这是埃及军队攻城的做法。那看得出来，这个城是很短的时间就被攻破，所以里面居然还有那么多的存粮。还有几个考古学家找到的一些证据，描述上是像圣经描述的。不过基本上我在读圣经的这些叙事，我个人比较不在意它的史实性的那个正确性多少，我比较不在意这个。我比较在意的是它这个叙事里面，他想要透露出来的精神原则在哪里？那我在看第6章、第7章，我是认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经过的第一次的耶利哥战役，并没有加强，或者说并没有稳固他们跟上帝的关系。那第2场马上就歪了，第2场马上就歪，而且我看到的是从约书亚到下面的都歪，全部歪。既然认为因为爱城的人少，所以我们可以派少量军队去就会，这从带头的到下面的都歪。我也不认为只有亚干一个人就偷取这些战利品。不过作为代表，亚干是作为代表被惩处的这一个。然后约书亚的反应，撕裂衣服，然后在那把灰撒在头上。约书亚的反应，也纯粹跟第一代犹太人的反应一模一样，责怪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把他们带到这里送死，这纯粹就是第一代犹太人的想法。他没有去思考说，是不是得罪上帝？这个是摩西跟约书亚不一样。摩西他马上想到的是不是得罪上帝，可是约书亚他没有，他不是往这个方向想。他在想说，耶和华你是猪头嘛？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所以可以看到的就是说，他们攻进迦南地，第一次战役、第2次战役就歪掉了。这个真是难啊，真的是难。这个上帝带领这一群人已经在旷野这样40年，然后给他们看到约旦河这么重要的一个神迹 ，as a sign。一个兆头，一个记号，然后让他们亲身经历耶利哥城墙的倾倒。我刚刚讲过了，他们还是有战争的有倾倒以后，这些人还是攻上去了。
所以说第一次经历这样子，又要上帝大能在他们身上，第二场战役就歪了，这像极了我们，对不对？像极我们这些现代基督徒。然后他们处理掉亚干，是不是就真的处理掉了？问题就处理掉了吗？应该也不止了哈，不会只是亚干一个人的问题了。我相信亚干是作为一个代表，亚干是只是作为一个代表，不会是只有亚干而已。后第7章就到这里。那问题，请问读约书亚记，除了从解析来看，该如何看出跟我们现在生活相联系呢？很难找到共鸣哦。你是没听我前面在讲，这个去窥探爱城的这些探子回来就说，他们人少，所以我们可以打赢了，这不跟我们一模一样吗？我们现在教会每个教都想搞一个 mega church， 都想要让人数增加，那就是量嘛，量的迷思嘛。这个以色列打第2个城，马上就陷入量的迷思，跟我们一模一样啊。这个我是觉得像极了，跟我们一模一样。然后爱城的人不多，我们2-3千人就可以去把他们攻取，跟现在的教会一样，这思维都放在人数的增长，什么抢救灵魂。说好听一点，抢救灵魂。说事实上就是人数增长，资源累积，人数增长才可以做大事。可是不是啊？上帝就给他们看，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兵强马壮，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那种战绩优良的军队，不是，是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只要跟我同工，而且遵守我的命令，耶和华遵守，那这样子就可以攻无不克，就可以攻无不胜。那以色列马上就歪了，马上就掉到量的迷思。那这就是我一直认为台湾教会现在别国不管，别的国家不管，台湾教会现在最明显的就是量的迷思嘛，就全部都掉在量的迷思，这是最可惜的。所以我不是呼吁大家不要传福音吗？你不要想着传福音嘛，就想着怎么在生活上把信仰实践出来就好。想着传福音，就会跟这些想要去跟攻打爱城的以色列的人一样，在那边看量你就死了。该如何摆脱奴隶的心态，成为上帝家的儿女呢？这个好问题耶。不过这个在路加福音15章就回答得很好了。那个浪子回头比喻里面，这个浪子，那个小儿子，那二儿子，事实上他在挣扎，他在思维上面要做改变的，就是要搞清楚，他的父亲要的是个儿子，他父亲没有想要一个奴隶，一个长工回家。那我们该如何摆脱作为奴隶的心态，然后成为儿子呢？这你知道，观念上当然一点就通，可是你知道这个已经通的观念，怎么样让我们在我们面对的事件上面，一次一次事件去印证，那是我们的功课。所以说我们在生活上面的每一个事件，怎么样去提醒自己，活出来是上帝的儿女，而不是上帝的奴隶，不是长工。这得是我们在每一个事件自我提醒，然后去呈现出来。作为一个奴隶的人，跟作为上帝儿女的基督徒，其实
我们在很多思维上面就会去突破，就会去改变。好，那一个我认为有一个指标性的关键在于，你要用世界的模式，还是用上帝国的方式？你用世界的模式在做、在想、在评估、在分析，那就一定会慢慢跑去奴隶那边。你唯有用上帝国的思维价值，在思考、在筹划事情，你才慢慢像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习惯的是世界的模式，那个量抓着量不放，那就是世界的模式。我很讨厌这个。你抓着量，我很讨厌，不代表我没有这样子啦，我只是很讨厌而已。哈哈哈哈哈。像我不能吃巧克力，我还是很喜欢吃巧克力啊，对不对？好，那个不是喜欢，老是用量的模式在思考，那就蛮世界。那我相信这个东西不会是上帝儿女。我后来渐渐在思考一个概念，基督教这个信仰是蛮在意关系的，蛮在意关系的。那在意关系的时候呢，就会跟量啊、规矩啊，常常会变成是对立的。就是如果你关系对了，做多做少不是问题；如果你关系对了，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是问题。关系不对的时候，你做再多也没有用。关系不对的时候，你再怎么样的去遵守一些规定条文也没有用，因为看错东西了。这个上帝在意的是关系，耶稣也在意。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你们不再是我的奴仆，你们是我的朋友。你们是我的朋友。”这个耶稣也是很在意这个关系的建立。所以怎么样成为儿女，而不是奴隶的心态呀？我们知道不要当奴隶，可是这得在我们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事情，我们遇到每个事情，我们都要提醒一下自己，这样想是像儿子还是像奴隶？奴隶是什么？奴隶就是我做这个事情，然后有他的利害关系，有他的因果的逻辑在里面。那如果我是儿子，我思考就不是这个，是亲人就不一样，可能要想的就不是。我儿子蛮讨厌我的，可是那天晚上，我说我快痛死了，载我去医院，他还是载我去医院了。这样是该不该高兴？就是说作为儿子在思考事情，跟作为奴隶在思考事情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过了，在我们面对每一个事件的过程在进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怎么想的。他说有牧师认为要效法约书亚攻取耶利哥城，那他要他的会友每一季绕教会的社区默祷，好可爱。人家不是绕教会的社区默祷，你跟那个牧师讲，如果要效法约书亚，要学像一点，还要吹羊角，还要抬约柜。那现在没约柜要抬什么？抬你们教会的讲台好了。笑！我说过，我们读圣经要抓它的精神跟原则，我们不要去学那个表象的东西啊，不要去学那表象的东西啊，我们去学一个精神跟原则。哇！讲这个给自己打脸，一天绕一圈，第7天绕7圈的精神跟原则是什么？完了，自己打脸。然后绕完了，大声喊，墙就垮了。这个原则是什么？
完了自己打脸。哎，快点，弟兄姐妹回答一下，这个公义立歌城，它透露出来的精神跟原则是什么？上帝让他们经历的是绕城、城垮，靠那个音波，大声喊，城墙就倒。这个精神跟原则是什么？不过我想绝对不是去绕那个教会的社区啊，不是实地去走绕教会的社区吧？关心这个社区很重要吧？如果牧师要做的话，与其去绕这个社区，不如就是关心这个社区。完了被打脸，哎，快点，弟兄姐妹，回应一下刚刚这个问题。这蛮是那个，其实从美国来的哦 ，March for Jesus，March 行军哦 ，March for Jesus， 这东西是从美国来的，他们会去会游行，绕街哦。不过绕着城，这不晓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啊，我有听过之前有那种行走祷告，有没有？绕着在那边祷告。我认为小心这种思维啦，小心这种思维。行走祷告，然后你把祷告当作什么？然后你把你绕着那个城，绕着你们的社区，这样子行为什么？你知道这种思维有那种把那个现实的动作跟灵界连接在一起啊，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东西啊，这比较像我们的民间宗教的做法不是做事情的方法，做法就是做法术的做法，做比较像我们想象的做法。我只要做一些动作，口中喃喃有词哈，然后就会有一些力量会产生，这比较像在做法。这比较不是圣经透露出来的 method 的方法，不是。我们自己要小心这种想靠着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一些动作，一些特定的动作，然后去产生灵界的力量，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要小心。这比较像拜偶像哦，要看谁的哦。这还真的比较像拜偶像，要小心，要小心。我认为，与其绕着教会的社区走，不如就关心这个社区的需要，开放教会给这个社区来使用。在教会的空地架羽毛球网，架篮球网。篮球我们又没有赢，羽毛球现在羽毛球比较红，对不对啊？桌球对，还有桌球一直以来都是每个教会都会买。我们小时候那个时代小时候不是30年，是40年前，30-40年前每个教会都有乒乓桌。为什么？因为不打球的时候，它就是开会的桌子。开完会，网子架起来就可以打乒乓球，那是最好的桌子，那真的是最好的桌子，对不对？那最好的桌子，每个教会都有，训练很多很厉害的打桌球。天哪，你们绕了10年哦！对了，行军祷告我说过嘛 ，March for Jesus， 这从美国来的。有时候很困难跟牧师沟通啦，这有机会再讲一下吧，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跟他讲啊。那牧师，如果你坚持认定一定要绕着社区，行军祷告，然后社区就会改变，
这是蛮偷懒的一个方式啊！一个改变社区的方式，居然是靠着绕着这个社区祷告，然后就想象社区会改变，这是偷懒的基督徒了。我认为这是偷懒基督徒。我觉得至少他走了，对不对？不是走了，他至少让社区看到他有在做事，刷存在感。可是这种应该会当做是笑话吧，当做疯了这样子。是啊，反正不就已经那么黑了。应该不相关，因为其实就像我们看马祖绕境，我们也不会觉得他们笑，就是大家会觉得。我们看马祖绕境跟你知道跟这基督徒到那个社区，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太一样。但是不同信仰其实无法理解彼此在干嘛。对啊，无法理解彼此在干嘛。我要讲的是说，他以为基督徒在绕是在为这个绕境祈福，福，对对吧？不会去管说这是你的重要信仰，你要干嘛这样。对了，其实台湾人不太在意，除非你就是你绕的跟大家很不一样。但你如果是做你自己，你要干嘛，其实大家不会去。是的，对啊，你看那些马祖绕境都是大事情嘛，像我们看那个印尼的那个回教，他们在过他们的节期，其实看不懂，所以我们也不会去说他们。知道他们的宗教的佛教活动，不会去讲他们在干嘛。对了，是了。用这个来跟比如说马祖绕境来做比较的话，马祖绕境是在干嘛用的？他们是在为地方祈福，呈现出自己的虔诚。这我不知道，不一定。不一定吗？不一定。因为像我租房子在台北这20-30年来，其实我因为就是都会租到一些附近，可能就是隔壁条巷，他们都有那种小庙，都在住宅区。那就是有一些时间到了，就是你都搞不清楚他今天到底在那边放鞭炮在干嘛，那我就会觉得就很受感动。可是他们那个是属于那一间公庙的做法，所以其实也看不懂所以然。还看不懂所以然。但他们也会有一些仪式，就是在他们那个，就是跟他们左右邻居，或者就在那一条，然后或者是就在那些巷弄一直这样绕。他们也会绕。对，但是看起来它不是所有的统一标准，就是好像各间公庙都有自己的做法。八家将啊，对，八家酒啊，八家将啊，出来总要出巡一下。可是你知道，如果说基督教想学约书亚，他是站在一个工程的想法去做，我是觉得不必啊，大可不必。我们如果关心教会的社區，就關心這個社區的需要就好了。關心社區的需要。我以前很傾慕傾縣的一個教會，台北市，他就把自己的教會開放成為社區一個公共場所的地方。那我這個教會本身就成為那個社區的祝福。我覺得這樣就很棒。這很棒。好，中元祭典就要到了，牧師如何看這些重要的傳統地方祭典呢？對啊，就是不同宗教他們在呈現他們信仰的模式吧。也好吃的可以去吃一下，很好。中元7月，鬼门開嗎？快到了，中元節是最近。7月那鬼門要開了，對。然後就開始會很多拜拜了，對啊。好，就跟我這些朋友好好聚一下，吃個東西。以前拜都会各家公司各个拜，现在我后来今天发现一整栋楼会一起拜，他们就会请大楼管理员来。很早以前就这样。啊，很早以前这样子。那个大家都缴钱，然后那个大楼管理委会在下面摆桌。南部都这样。南部都这样子。南部连就是那个住
住户大楼，那我们10几个，然后大家就是有管委会办。台北没有呢，台北应该是这10几年才这样。是哦。哎。因为南部以前就是这样子。以前是这样子。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遇到那节气，我们1楼通通都是拜那个台的有够多。在台北比较是各自拜，所以会轮流。时间到了，现在会变成全部大楼管理委员会自己弄。父亲节当天就鬼门开哦，8月8号，很好。6章18节，但你们务必谨慎，不可许那当灭的物，免得你们受咒诅。取了当面是，为什么上帝要以色列人不可以取，只可以没有解答为什么上帝这样规定？就是说为什么这些不能拿？6章18节，我还是把它搬到那一边比较好。是6章18节吗？对，那是公之前就讲6章18节。好，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面咒，恐怕你们取了当面咒，唯有都要归耶和华，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你问这是个好问题啊！你这个就有抓那个经文的概念在这里。对，为什么这样规定？为什么可拿又不可拿？为什么工程下去以后，这些以色列的群众不可以拿，然后这个好的东西金银铜铁归耶和华，所以很清楚的，如果照这样来看，如果照我们一般的想法，我们两军对垒赢的这一个成功的这一边攻城进去，当然要拿战利品。那这样如果从这样的概念来想的话，就很清楚的，这个不是以色列的百姓打胜仗，这个是代表是上帝打胜仗。好，所以你看他把金银铜铁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然后呢，以色列的这些人不可以拿它里面的任何东西，让他们很清楚，这个不是他们打，这是上帝打，这是上帝打。我想法是这个样子。你问了一个好问题。上帝让他们清楚，这不是你们一般的战争攻城略地，这个是我带着你们在打，是我赏赐这块土地给你们。你真的问了一个好问题，这样子的思维去看这些战争，就会知道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不可以私自拿战利品。但是杀掉这些所有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代表着这些不同的信仰模式的文化强势的在那里。那以色列人上帝不让他们清除掉的话，其实就后来的情况发生。因为事实上以色列真的没有照命令全部杀光嘛，甚至没有驱离。所以后来自己以色列人受到这些其他的偶像崇拜的影响很严重，事实上，以色列人一神化，也是渐渐到后来才稳固下来的。到了耶稣的时代，圣殿的尊崇，那个都是后面慢慢形成的。不然的话，在迦南地，像北以色列、南犹大，很清楚的，北以色列就一直全部都是在偶像崇拜的环境下面，南犹大还出了几个好王。
回归对耶和华的敬拜，不然的话也是不少时间都是被这些当地所有的偶像崇拜的影响。祷告是属天的征战，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所以教会要花很多时间祷告。一样是教会没有迎来复兴，反而身心耗弱。目前处在偏乡的教会牧师已经离职。祷告很重要了可是我一直在提醒基督徒一件事情，祷告就是说话，那是干什么？我干嘛要跟人说话？我们常常跟一个人说话，跟一个人沟通，事实上是在建立跟那个人的关系。所以基督徒你要很清楚，基督徒如果你祈祷，你跟上帝祷告，其实最大的功能是在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就是这样子，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在想什么？祷告是属天的征战。我怎么会想成征战去了就祷告，在我来讲，我觉得一个很清楚的目的，一定要把它抓稳。如果我跟上帝祷告，就是我在跟上帝讲话，我在上帝沟通，我在跟上帝谈心，我要更明白上帝更清楚我，这就是祷告的功能。那如果要把祷告的功用放在其他的地方，就要非常小心。常常基督徒会把祷告用成是咒语、念咒，哈利波特的那些咒语，那这是有点偏差了。就是说，你跟上帝的祷告变成是你的咒语。我现在遇到困难了，我赶快祷告。这种做法就好像遇到困难了，赶快念咒，丢，问题就解决了。这真的不是祷告的用处跟功能。祷告的用处是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平常的祷告很重要，常常跟上帝讲话很重要。可是跟上帝讲话，它的目的不是只是设计上帝为我们做什么事情。这个就在我来看，这个都偏都歪掉。因为我常说祷告你会有4种内容嘛，你会赞美上帝，你会跟上帝认罪，你会感谢上帝，你会向上帝祈求，这4种内容。那你常常需要一个对象跟一个对象有这样的沟通，里面有赞美，有认罪，有道歉，有感谢，有祈求，这你就很清楚，这样子的对话就是在建立你跟那个对象的关系。你跟任何一个人讲话，里面你会赞美他，你会感谢他，你会跟他道歉，那你会对他有所求，这个就是一般人跟人建立关系的方式。那一样，祷告你跟上帝也是借着祷告在建立关系。可是如果基督徒的祷告完全都只重视祈求，request、ask， 求上帝做事情，命令上帝做事情，上帝要把这个社区全部都解决掉，变成基督徒你的如果基督祷告都是在着重在祈求，那这样的祷告是不平衡的、不健康的，是危险的。跟一个人建立关系，透过你，为什么赞美很重要？因为赞美跟眼光有关系。你看得出这是好的，哇！你看得出她很漂亮，你看得出哇，你这件衣服在你身上太合适了，这是你的眼光啊。你眼光要到那个程度，你才会觉得哇，你唱歌真好听，这都是赞美，这是赞美。上帝 ，well done，good job， 你看得出，这是好事情，这就是赞美。然后看得到自己都做错了，不符上帝心意，这是认罪。然后看得出上帝对你的安排，这是感恩。然后你对上帝的祈求，借着祈求更多的了解，你会发现祷告的目的就是建立关系。那任何基督徒把这个祷告这种建立关系的这个祷告，想要拿去做别的事情，就会出错，就会出错。你祷告一个人下地狱，这变成咒诅。祷告，等一下我有停车位，这是一种咒语，念一念别人就开走，就让你进去。
常常你会有这样的经验，哇，有祷告很顺呢，哎，这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使用祷告的方式。所以我认为祷告是在乎平常，不是在乎那个临时抱佛脚。如果太多的比例放在临时抱佛脚的祷告，那它就是我所说的是咒语。你在讲咒语，祷告被咒语化了，这个就是很可惜的。好，那辛苦了，这位牧师真的辛苦了，就在偏乡牧会真的是很辛苦了。好，这样讲好了。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对不对？跟这个话有一个对句哦，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祷告没有行动是假的。OK， 好，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是死的，祷告没有行动是假的。如果我们真的很热心为这个社区祷告，好事啊，很好啊。可是不是相对，连接在为社区祷告后面的行动是什么？如果没有行动，这个祷告是假的啊。你跟上帝祷告说：“哦，主啊，帮助我，让我的肥肉掉20公斤。”你以为天天祷告1个月，你的肥肉就掉20公斤吗？不会嘛。那你跟上帝祷告说：“上帝，我的肥肉掉20公斤，那最好从今天开始运动，然后少吃油的嘛。我现在没有胆了，不能吃油了，胆囊被割掉了。我这几天照常吃我天天拉肚子，天天拉，每餐必拉。医生说要适应，所以是适应拉肚子吗？不是啦，适应不要吃那么油。怎么会讲到拉肚子？我跟大家讲什么？哦，那个，你跟上帝祈求说：“哦，上帝啊，我要瘦20公斤，我的肥肉要少20公斤。”哎，你这个祷告下去，你要有行动啊！怎么可能？你每天坐在那边祷告，然后祷告1年，然后20公斤就不见了？哦，所以祷告没有行动是假的啦。所以如果好，我们这个教会每天为这个社区祷告，好啊，好，很好啊。所带出来的行动是什么？你说没有，那我说，那这个祷告蛮虚的，说他假不好意思，蛮虚的了。好，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祷告没有行动是假的。好，我认为基督徒真的要重新思考什么是祷告，然后为什么要祷告，也要重新思考这个，不然我看一件好事情都被我们基督徒搞到好像很奇怪，别人都认为这些好像发疯了，嘴巴念念有词，不断的念，哦，尤其喜欢祷告那种人家听不懂，真的是疯了。哦，祷告就是建立关系哦。那个马可福音的那段经文，我就解释的跟大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那个爸爸带着被哑巴鬼附身的儿子来给耶稣的门徒赶鬼，门徒赶不出来啊。耶稣门徒说：“哎呀，这个世代啊，这个不幸的世代啊，我要忍你们多久啊？跟你们在一起多久？”那耶稣就把那个小孩叫出来，问他多久啦，然后耶稣就赶走了。好，这个事件结束了，然后他的门徒呢就偷偷跑来问耶稣：“主啊，为什么我们赶不出去？你赶得出去，我们为什么赶不出去？”他们蛮丢脸的哦，因为那个爸爸是先带到那个耶稣不在，他就请门徒赶不出去。耶稣讲一句话，耶稣说：“这一类的鬼没有讲，这一类的，他说若不是经过祷告，这一类的赶不出来。”所以耶稣给他们答案说：“那要赶出这种鬼，要祷告了。”然后他们都说：“哦，原来如此。”屁呀！你回去看经文就看到，你经文写得很详细哦。经文连耶稣问爸爸什么事都写得很详细。你整个经文看下来，你有看到哪一段说耶稣有祷告吗？
有一段有写到说耶稣赶鬼前祷告吗？没有啊。那为什么耶稣说若不经由祷告，这一类的鬼是赶不出来的？那有一些不同的圣经的抄本，就看这个意思，就好像看成说耶稣讲说祷告很严重哦，你要赶鬼，他要祷告，所以他们就再多加2个字，把它改写成说若不经由禁食祷告，这类的鬼赶不出去。这个思维就是说这鬼太强了啦，你要赶鬼之前哦，要禁食祷告才赶得出去。根本在我的诠释来看，根本就误会耶稣的意思。耶稣说哈，在我的看法，耶稣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平常都不祷告，你不常常祷告，这类的鬼你是赶不出来的啦。再换成更白话的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跟上帝关系不好的话这些鬼你是赶不出来的啦。你有料变我，这样就懂了吧？所以我认为耶稣的意思说，你们如果平常不常祷告，这类鬼是赶不出来的，不是当下祷告。我认为当下祷告不具备太大的意义啊。当下才要祷告，那叫做临时抱基督徒、基督教他们是临时抱佛教吗？那这个临时抱基督教，临时抱基督教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是常常祷告，你平常跟上帝建立好的关系，透过跟上帝建立关系，知道他的心意。那你跟上帝关系好，那这些鬼不是问题。我是这样诠释这段经文。耶稣不是在教你说，哇，遇到事情赶快祷告哦。对了，遇到事情要祷告，可是平常祷告才是重点。要怎么讲约书亚讲到祷告去了？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圣经的东西，不要学表象嘛。学表象蛮可惜的。不要再绕城了不要再绕城。不是还有那种租那个什么豪华游轮到台湾的吗？这样台湾会不会地震垮掉？这些牧师他们去租那个豪华游轮有没有？说要绕台湾祷告，那气笑！人家想搭游轮就去搭就好了，绕游轮绕台湾祷告，好好笑。6、7章到这里，还有问题？那我们就到这里哦。下礼拜一样的时间地点，我们要进入第8、第9章第8季第9章呢？前面就是讲攻爱城，怎么讲？约书亚第8章攻爱城，第9章呢讲基遍人欺瞒约书亚，基遍人实在很聪明他们就是住在迦南的人，他们基遍人也是后来对跟犹太人比较好的支派好，第8章跟第9章攻取爱城跟基遍人的故事，我们下礼拜来看好，那今天到这里，我们来同心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的希望这记载在主前1200-1300年前的事情发生在主前1200-1300年前的事情，至今仍然有你借用的他对我们说话，让这些古早的叙事跟我们的基督徒的今日仍然有关联，帮助我们从里面学习到你的心意，也帮助我们从里面看到我们的现况，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会跌倒的地方，好让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提醒跟学习。阿爸，如果我们有明白什么，求你就赏赐给我们能力谨慎，然后把它实践出来。在这个疫情的期间，仍然求你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更多的互相扶持，更多的互相鼓励，然后更多的保护自己的健康，照顾我们周遭人的需要。谢谢你恩待，
要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把弟兄姐妹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中，赏赐给我们强健的体魄，心存良善，行事公义。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拜拜。我今天戴肉造型、肉洞型口罩。结束。